来爷，伸个胳膊出来，伸个胳膊。等会儿，往这边伸，伸出来，对，好。压一下啊。放着吧。那这个行吗？行，放着吧您。我看还有贫血，钾也低。吃饭量小，因为他前列腺闹了，他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。我们还得去综合医院，得解决他这个尿问题。要不现在他这脑梗没法治，他一治那吃脑梗的药，他有可能会尿血。没有复查血钾是吗？没有，准备去医院时候，再复查，我们得去二附属或一中心。想换个医院。对。你怎么不联系完医院直接转呢？我家里还一个病人了，我忙不过来，我得老太太。那是我哥哥。哥哥那个生活不能自理，比他还严重。那您压力够大的，照顾俩人。因为您这样上5楼，还得在5楼再折腾下来一次。没办法，我一个人我不能把我劈2半，家里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也是够辛苦的。累了我们老二了。累了我们这老二了。累着老二了是吧？这是吧？你哥哥也是脑梗，也是脑子的事儿。心衰，心肌扩大。破心病。那是从年轻就有呗。对。脑梗。甲减，肾衰。那么多病。我看您输液那个效果还挺好的，是吧？大夫说堵得不厉害，发现也及时，是吧？我一看那胳膊抬不起来，干脆我就打眼儿去。这是第3次了。第2次。第3次，前几年不有一次吗？去年1次，昨天1次。咱把喇叭关上行吗？哥呀，他要把那警报给关了。马上就进小区，我们家多大事儿？行。到了，好。到了，行。